今次睇提案，實用面積798尺，3房套連儲物室。之前賣嘅時候，媒體都集中講樓盤嘅裝修太土豪，但係將呢個裝修放去呢個大單位呢，就啱啱好，特別顯到氣派啦。呢個單位仲要向南，前面冇樓，私人到1樓啊！發展商送嘅燈放喺客飯廳就啱啱好啦，大方氣派。Villa 嘅酒櫃，Villa 嘅蒸焗爐，煮食爐都係 Villa 嘅。雜物房都附設咗冷氣。浴室有浴室寶，其中一間客房業主用嚟做書房 ，L 型嘅書台，訂製嘅透光防塵書櫃。嚟到主人套房啦，呢個套廁有窗，係明廁啊！有浴缸同埋企缸區，主人房有 built-in 嘅衣櫃，再裝個到頂嘅儲物櫃，放完雙人床仲可以3邊落床。呢一間推薦大家親身上嚟睇，感覺仲好。有留意呢一區呢，記得要睇埋啊！